會好想即係喺香港談戀愛咯。其實佢之後我好驚咗救濟隊啲人寫嘅標題啊、標籤啊，太 hurt 到我所有嘢。36歲 TVB 小花陳瑩入行以嚟緋聞不斷，當中最轟動嘅就係2015年被踢爆同賭王何鴻燊4房大仔何猷亨嘅戀情。當年佢哋同遊日本，陳瑩更加獲認可同四太梁安琪、何超欣一齊聽演唱會。當時外界都一致認為佢係何家準新抱，可惜呢段戀情僅僅維持唔夠1年就遺憾告終。近日陳瑩接受訪問，終於罕有剖白呢段舊情。佢話呢段關係被外界過度關注，令佢徹底留低陰影，冇晒安全感同自信心。正因為咁樣，陳瑩之後對待感情變得極度低調，就算一齊出街食飯都要前後腳走，避免引起不必要嘅關注。佢亦都特意澄清，當年分手嘅壓力從來都唔係嚟自何家，而係外界過分嘅關心同圍觀。而佢哋分手之後，仍然係會互相關心嘅好朋友。不過對呢段戀情嘅結束，佢並唔感到可惜。依家嘅陳瑩心態已經變到強大，更加直言希望可以喺香港公開拍拖，就算再被傳媒關注報道，都唔會再畏懼回應。